林姑娘来了没有？还没来呢。林姑娘还没有来。林姑娘来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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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林姑娘来了。去见过。是，拜见二舅母。不想了，外甥女儿，快起来，这旁坐下。外甥女儿，看你身体单薄，啥不生意，却是为何？外甥女思想多变，所谓吃饭事情，便吃一道事情了。林姑娘来了，林姑娘真的来了吗？啊！哈哈哈哈啊！哈哈哈哈！哎呀，老祖宗，我来迟了，我来迟了。泼老虎，若今人所谓老子，你叫他一声冯老子就是了。看是你脸儿嫂子，快去见我。拜见二嫂子，起来。哎呀，好一个妹妹！去怪我一上风也自美丽的生儿贴下梢，哪想过老祖宗西县的外甥女，分明是牛天仙离了东来到。
坐下，坐下啊！妹妹，你是今来到这里呀？娘林姑娘带来的人，谢谢去吧。是。见过老太太。带女带来的这个小丫头呀，太智能了吧！把我身边的那个自觉丫头接了带女，好使唤。老太太想得周到。见过林姑娘。哎，半日去江面玩月，怎么到这个时候还不回来？离给娘她与妹妹见个面才是呐。外甥女儿，我有句话要告诉你。我家里的3个姐妹倒是好的，因为会一起读书，也做针线。只有一事我不放心，就是我那个宝八爷回来了！八爷回来了！林妹妹啊，李妹妹，天上掉下个林妹妹，是一朵青云刚成熟。她和你草房谁起飞？巧鸟来不可轻轻飞，送你天性有时花早水，灵动好比风发雷。眉梢眼骨中稀奇，谁笑泪？眼前分明是瓦雷抗心的恰是就是你。咦，这个妹妹，我好像是看见过的。哎呀，又要服死了，你何曾见过呢？谁没见过？看她面上，显得倒像认识的一般呢。好啊，这样么又在一起，就和睦了啊！哎，来，坐下，坐下。妹妹来啊！妹妹，你读过书吗？上过一年呀，认得几个字？妹妹真名，明皇大女，表示你不是。不是。好，我送妹妹一次，换作平平两字皆妙啊。什么叫平平啊？古今人物通考常识，西方语实，明代可做完美之梦。看，妹肩上冲，却这个字岂不甚美呀？这怕又是多赚的吧？哎，是了多赚的，多赚的也他多呢。哎呀，你听听，多聪明了啊！妹妹，你有娘没有？我没有娘，你那块娘也是件喜欢之物，请得人人都有。什么喜欢的东西？人的高下不实，万事灵不灵的，我可不要这东西。哎呀，你咋？
你生气，要当骂人容易，何苦杀你那命根子哦？家里姐姐妹妹多么鱼，只有我鱼，我什么去嘛？今天来了这个神仙似的妹妹，她也没鱼，可见呐，这不是好东西。宝兄弟，快带上！我不要。哎呀，宝兄弟，我快带上！哎呀，不要！不要，当心你爹子他。宝兄弟，老祖宗不是常常说的吗？这富贵家业，可见靠你这个命根子呢。是你呀，二爷，你在这里呀，吵得我好苦啊！做什么啊？二爷，你上次教我写的那本书，我替你寻着了，在哪里？哪？西厢记。二爷，对不对呀？对。嘿，二爷，你也该送我一双了吧？好，明天送你一条钱。谁没见过一条钱？咦，二爷，你把这个象牙雕刻的送给我吧。拿去。哎，把这个荷包也送给我吧。哎，别的都可拿，这荷包是你妹妹送给我的，谁也不准拿。二爷，拿，这个你拿去吧。哎，去吧。哎呀，像这样的好书，老爷却不许我动。今天我背地里偏要到他一个赏花。可便是这金玉丝，难得西厢记妙事天上升起谁等是应家，我隐身心等的长生子。叹报用，身不由己全在此，但愿得尽为梦与何惧死你在这里做什么？啊，原来都在这里用功，这样一来呀，可是要算功责归了你。哎呀，你取笑我做什么？你又不是不知道我最讨厌那些狂功名闻饭吃的八股文章，你玩的这些呢？不是这些书，那是什么书啊？不要在我面前弄鬼了，趁早拿给我看看。
好妹妹，我在这里读这个诗啊，吃了花鸟之外，妇人之道。请你看，我是不怕的。好的，不要告诉人哦。什么书啊？真是好文章。你要是看了，连饭也不想吃你。哎哎哎！那西厢记。妹妹，你说好不好？啊，妹妹，我是个多嘴多病神啊，你就是那情歌倾城的猫。该死的不是八堂，弄出这银子也出来吊销，文章的娃儿欺负谁？我可要到究竟跟谁讲理道？好妹妹，我何必满几时儿生苦念？好妹妹，你千万要我这一招，我是有心欺负你。好，明早让我爹在这池子里，让那对女儿把我腾去掉。我以为他是对，嘿，原来是个人呀辣椒头。哦，你说说，你这个你，好，我也要去告诉去。哎呀，你去呀，你去呀。好了好了，好妹妹，我们不谈这个了，来，我们坐下来谈些别的吧。哎，妹妹，上次我到你房里来，看到你又在做针线，你做个香袋送给我好不好？那要看我高兴不高兴。那你送我个香袋，我也送你一件好东西。这是八景王送给我的，是皇上赐下来的。什么才能是哪个的？我不要这东西。你不要这东西，我可要你的香袋。要，我要香袋，香袋要。要一个香袋，那很容易。王氏今儿有人为替你做了，身价比我越为做越为细，有什么金的、玉的？哎呀，你又来了！
你这个人呐、哎，我们两人一做亲，一上山，从小一起长大。他是才来的呀，岂可为了他而疏远你的呢？切，我难道叫你去疏远他不成？那我认了什么认了你？我为的是我的心。我也为的是我的心，难道只知道你的心，却不知道我的心不成？天气和你认了一些，看你娃穿得这样单薄，为的认了，怕又要上风。看你自己又穿得那么单薄呢。唱戏了吗？你这样倒追，他们能放过你吗？阿姨，我不怕，我再不让谁人欺负了。这戏子一前有事一红红，白小未必白上东，此去不去东小弟，从此离开秦王府。这乃是比父子交难分谁？但愿得雨花来多从苏。阿姨，这是习惯的谁是吧？阿姨留下纪念。相见虽难，也难，一生珍重，泪水好端端的在头上去的做什么？方才贾雨辰来了，要见你，等你半天才出来。既出来了，又不放开潇洒的谈吐，显得畏畏缩缩的。哼！玫瑰靠你作为所装，白丫头你到脸水光。自古道世事功名相美，曾经列他几本章，出台名，曾经是我
这里是谁背着你上月的？是小弟背你。他到底读了些什么书？一定是读了不少的流言文化，在肚子里有那些精致的道具，等我空了，写不了你的笔。哎呀，老爷！至于这不上句的算账，我站在这里做什么？我不快下去读诗？是。禀老爷，亲王府有人求见。快快有请。是，有请。不知大圣到来，必是原因，望请是谁？大圣，奇怪，奇怪。请说。不知大圣。下官蒙王爷之命，有一事相问，请老先生做主。请大圣明选，一声好正月正吧。我们府上有一喜子，名唤奇官，乃是我王爷心爱的。至今三无人不见委屈，是此行遭不长。后来风声传出，是齐国与琳琅宝玉相交甚厚，听说逃出府去也是琳琅的旨意，故得请老先生好生管制琳琅，速将其官放回。一来为王爷王客之意，那二来嘛，一面下官救灭之苦啊！大圣稍等，来人，唤宝玉。走。老爷，你这该死的奴才！谁叫你因为贵体被谁叫，在外边你无法不你遇遭殃。那机关是王爷家前真公正，你尽管应对他吃不到。小奴才，你不提祖宗真光彩，瞧我寂寞添烦恼。什么奇怪呀？我实在是不知道此事啊！大子难把你活报，公子牛苦乱得牢。我说也比见的呀。夜雨真凭杀巨贼，他曾的环境万心里有。你讲，你与我讲。那奇官燕圈台上有国母，燕圈台下马欢笑，再不愿这身玉里，愿做个烟路玉桥马。此时来，他身在哪里？我却不知。必居东郊，苦有此事。大圣皆知地形，何必还要问我呢？哼！我却先去找一位，找着了一把，他找不着，再来请教告辞。宋大圣，宋大圣，大圣万岁，大圣万岁！我去走开！为了欲望分离，大圣万岁，大圣万岁！奇官，奇官呐！我看所遇应在三方难道是北宫之上？大圣！
我家父，乃世代忠义之所，富贵功名之家，竟成了这样一个不忠不孝的年子。你不能光苍苍胸远你不能为他骄妹妹我是金色家闺女，你将来是福又是君，今日当是不孽子，你是我情愿弃徒，时空门。夫人休说此话，我养了你子一时不孝，我不禁是你结果了他。哎呀，老爷，你看在夫妻情分上，我已年过半百，只有这一年长了。宝妞，我们娘儿俩不如一起去死吧？都是你，都是你，把他宠成这个样子，今日令我非拉死他不可！真子拿来，拿来你，拿来！哎呀，老爷，你一定要勒死他！我一定要勒死他！那你就先把我勒死吧！你把我勒死吧！把我勒死吧！你先当死我，你先当死我，再当死他呀！宝玉，宝玉！老太太，你有什么吩咐？唤左儿自己进去便是，我必死举出来呀！你原来和我说话，我倒是有话吩咐。只是我一生没养过好儿子，却叫我再失去嘛！老太太，左儿自己管教于他，也为的是永中要主。老太太说出此话，叫我是我今日的气呀！
嘿，我只说了一句话，你就轻受不起？你那样的棍子，难道暴虐就轻受得起了吗？谁呀？宝二爷在吗？啊，原来是宝姑娘。请问宝二爷在吗？二爷他睡着了。睡着了。啊，是宝姑娘，宝姑娘，请。好漂亮的耳朵，好漂亮的针线上纹，替谁做的？啊，他都这么大了，还要戴着短肚帽。他的伤刚好，夜里睡觉翻来覆去的，碰他戴上这短肚后，夜里落了鼻，也不会冻着他。多亏你想得周到。宝姑娘，你说好，我去倒杯茶来。哎呀，不用了。啊，你说好，不用了。兄弟，身体太医了。多谢你前几场，我已经献好了。哎，宝姐姐，想必来了许多事。我刚说想一位，据听见你在梦中骂人。骂人？想不到我是来听你骂人的。是真的吗？哎呀，我自己一点也不知道呢。好了，梦中之言不足为惜。我一来是来望望你，二来预设你，听说你遇着了几岁心事，想来见上一番你。是，倒是走了几岁，这事总不及你的和李妹妹呀。哎，你来了，正好请你并认你，宝姐姐来。哎，宝姐姐，请。白姑娘的有什么事跑来居住着，叫我们夜半三更不得好睡。
娘，意思明天再来吧。是我啊，话不开门。病人是谁？二爷吩咐过的，一概不许放进城来。宝姐姐，你快！兄弟，请啊！一生苦长，半生凉，多梨花尽，心情忘。巧贼呀！韩少自称令他这样巧，也巧不过你老太太。哎呀，我的儿啦，事情我老了，还巧什么呢？想当年呀，像凤丫的这个年纪，倒是比他顽强呢。这倒是真的。哎呀，姨太太，不是我当着姨太太的面问字，那千真万真，从我们家的4个女儿算起呀，要是好，要是巧，谁都不觉龅牙的哟。老太太说的真对，老太太你说偏了。哎，这倒是真的哦。我啊，早上听老祖宗在北语说包姑娘好你。哎呀，王丫头呀，啊，等一会儿你去准备些好吃的东西来，娘儿们啊，今天索性就乐一乐吧啊！哎呀，我的儿啦，你喜欢吃什么啊？老太太喜欢吃的，我都喜欢。哎呀，姨太太，你想吃什么，只管告诉我，我啊有本事叫凤丫头办了来吃啊！老太太总是接她出难题，叫她弄些好吃的东西来孝敬我们。哎呀，姑妈羞死了！我们老祖宗啊，说是以神有算，要不言神有算啊，早就把我也吃了你。哎呀，凤丫头，老祖宗最好。谁知愿
两儿对人
难道话语一个字的不成吗？我大了4岁，原来是这个狠心对你的。妹妹满嘴，我知道你不理我，看见我就避开。今天我只要和你说一句话，从今之后，谁撩开谁吧。说吧，说2句，你听不听？既有今日，何必当初？当初怎么样，今日又怎么样？想当初，妹妹从江南出来打，包月是终日相伴共欢笑。我把那心上的话儿对你讲，心爱的东西凭你挑，还怕那呀万佛是不知道，我亲自张张渐渐来照了，你啥烦恼我担忧，你啥开眼我心笑，我和你同坐七番同唱谁，像一幕所生的情同胞。十指望情情年年，直到地中间的我俩情谊比甚好。谁知道妹妹生大你心也大，实际是你瞎着眼睛把我瞧，三朝四夕不理我啊，是抱怨所谓老婆带烦恼。我愚错，你当也是大爷呀好，为什么冤儿别只将我跑？一语催你说也是什也好，为什么悲人都是你常备好？你叫我不明不白故里梦啊，我就是为你死了，也是个去世的归文，原来
怎么啦？你在哭啦？谁在哭？快，这里还滚着你！你要死了，东山东家的。傻娃娃了情，不去动了手，也去顾不得死我了。好，你既这么说，那我来问你，那天我到游园去，你为什么不将丫娃开门呢？啊，此话是从哪里说起呀？哦，怪不得你不理我。好，我啥管这样对待妹妹，叫我立刻去死好了。猜那一天啊，我不顾长台王天生为，来访你兵做公大臣，谁知道受了你丫头年纪里，长了你永远里闭门根。偏向我默默凄凉对院门，偏偏身外梨花间。那一日你蒙着耳朵不离人，今日又变只找别子当是你。好妹妹，我实在是不知道你来过呀。那天只有宝姐姐里说过一位。定是丫头们观察来的好事，待我回去问出是谁，我定要好好教训教训你。是要教训教训，得罪了我倒是小事，要是那一天什么宝姑娘来了，白姑娘来了，也把他们得罪了，事情可大了呢。哎呀呀呀呀！你还说这些话，你到底是欺我哇？你还是罪我哇？哎呀，这有什么要紧的呢？哎呀，京都宝气来了，我记得一脸哦你。你放心，我也什么不放心的，我真不明白你的意思，你倒是说说看，什么放心不放心？啊，你姑说不明白这话吗？难道我平时在你身上用的心都用错了吗？啥连你的意思都天天保障，也就难怪你天天为我生气了。我真不明白。哎，好妹妹，你不要骗我，你要是真的不明白这话，不但我平时白费了心，而且连你对待我的心都辜负了。你就是因为不放心的缘故，才动了心，才弄了这一身的病。好妹妹，你咋能宽慰一点？病是为好的。哎，好妹妹，你让我再说一句话才最好不好？话有什么可以说的？你的意思我都明白了，都明白了。好妹妹，我这颗心从来也不管对人说。今天我大胆地说出来，我就是死了，也是心软的。我为了你，也弄了一身的病，又不管告诉人，只好挨着。只怕等你的病好了，我的病再会好呢。
我睡里梦里都忘不了你，好妹妹。二爷，是人。二爷，二爷，包二爷，紫娟，二爷，你怎么一个人在这里？可是看到我们姑娘不曾见过。啊？哎，紫娟满嘴，我正有话要问你。什么话？近来妹妹身子怎么样？也离瞌睡好一些了吗？瞌睡倒是好一些了。哎呀，阿弥陀佛！你这个不小心生到的人，怎么也年纪忘来了？真是新闻这叫做病急乱投医呀！啊！哎，紫娟，妹妹吃燕窝了没有？哎，我正要问你呢，这燕窝是谁请我们的呀？是我上一次在老太太跟前撩入了一点风声。啊，原来是你是了。我们正在疑惑老太太怎么会想起来叫上妹子送一两燕窝来？原来是这样啊！紫娟，燕窝吃惯了，吃上2-3年，妹妹的病就会好的。呀。不知道他究竟安的什么心，我只觉今生都要试一试。放一把火，连他一连，看他是往东问自己。哎，紫娟，你在想什么啊？我在想啊，这每次一两燕窝在这里吃惯了，明年家里去，哪里吃得起这么？你说谁要委屈呀？哎，李妹妹为什么在自己家里去呀？哎呀，你呀你说什么话哦？你pom在把呀胡乱语，妹妹是苏水乱世遭不起。老太太怜惜花生女，千里结归换成婚，她已不肯小强关中千关中，真委屈露宿城内旧墙门。你也该小看生命。赴考吧，你可知借来的东西总要还，借来的亲戚子不差，随来千里要归大海，燕子终与他俱瓦了。等姑娘将来出国时，时说要送我到故乡，心灵的不能在家父子一时听声。
怎样随的把宝玉弄成这个样子？老太太，不知道紫娟姑娘的二爷说了些什么，二爷愿意治疗水晶亮亮，万也不会杀了。这是不中用了。哎呀，是呀，你到底和他说了些什么？我并不管说些什么话，只是和他开个玩笑。宝二爷，你可不能当真呐！是呀，得罪了二爷，还不快向二爷赔罪？是。不得了，不得了！林家的手带着林妹妹来了，快荡出去！荡出去！哎呀，宝玉啊，这不是林家的人，是了林妹妹。林是谁？我许他心。对呀，你们听着，女儿你们不准遇到林氏，也不许让姓林的进来。哎呀，都听见了吗？啊，那边有说错，来见林妹妹的吗？哎呀，船在那边等。哎呀，快把他要去，快要去！哎呀，宝玉啊，这下你可以放心了吧？啊！宝玉。李妹妹，她从今夜去不往城。我看宝玉病得奇怪呀，那得药不然病，不然好的。以前小孩子们觉着一切倒也不怕什么，自己，哎呀，你们看怎么样啊？老太太，依我看啊，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，还是让宝玉照着正了亲的好，也防你免得生出什么祸来，说不定冲一冲喜，病也就好了。我也正想到这一阵呢。老太太，你们要接宝兄弟成亲吗？不是我当着老太太的面说一句大胆的话，眼前正好有一对匹配的姻缘。哦，在哪里呀？一个宝牛，一个金树，老祖宗难道你都忘了吗？哎呀，我真是被昏了啊！老太太，我心里也是这样想的。那林姑娘啊，谁是羽毛与谁？只恐他不在都平风分清。老丫头的用心与佛像，听歌断肠人分明。
然你们都是龅牙的好，那我的心里也愿意呀。老太太，啊我们心里虽是好，但林姑娘也要觉她是个人家的好。倘若这姑娘真与宝女儿有些私心，倒也枉生出什么错来。自然谁家宝玉正亲，谁这家林丫头照顾家，总不能先是为人，后是自己呀。至于宝玉成亲之事，就不许叫他知道罢了。咦，你们都听见了，可不准传出去。杀走了一个事，当心你们两条腿。老太太，先生，好端端的又有什么委屈了？起来说吧。是。爱你上去宝姑娘，这真是天造的事，天真上，真乃是金牛配空生风浪。我知道他心里只有林姑娘。说什么为你弄成一身病，是醉里梦里不相防。如今啥子去清水，恐天大的河水因为长，倒不是一层落雨先打塞牢。你能地旁走，且地旁。杀宝玉真这样，这倒叫人难办了啊！老祖宗，难道不难？我倒有个主意，但不知姑妈肯不肯？你尽管说来。哎呀，你们娘儿俩在说些什么？也就让我听听呐。老祖宗，听一条月亮丸子要报警，十一步李队到家小机关，红盖头扎子心来难，负心人可用自觉着小丫鬟。等到那居然神颜晒，神秘之争说米饭，保管他小金长内翻不了脸，鸳鸯枕上喜不来。风萧萧兮，秋气盛，雨心种种喜，多人意。放故乡兮，哦，此一
了什么人的欺负了？为什么坐在这里的哭？林姑娘，你来给我评评理，他们是什么？我也不知道，我就说出了一句话，我姐姐她也不该当我呀。你姐姐是谁？就是真是姐姐。你叫什么？我啊，我叫大大姐。你说出什么话了？你姐姐为什么要当你？为什么？还不是为了宝二爷要去包姑娘的事情。你是什么啊？那就是宝二爷要去包姑娘的事情。好一声踏了青天，成姑娘，你究竟要到哪里去啊，姑娘？我纷纷抱牛去，抱牛，姑娘，姑娘，是姑娘。姑娘，起来去呀吧。姑娘，你就起一点吧。子娟，你哭什么？我哪里能够是你姑娘？叫我自觉真不才，端阳见你太开心，三面飞尘十一镜子里只见你容颜色，枕头边只叫你来石头。我娘啊，想你眼中能有多少泪呀？真经得多。
从来到城下来到去。姑娘啊，你要多保养在莫愁，把天大的事儿放开手，保养你若精神花模样，打开你眉上舒服，终于。
的妹
这妈妈，你有什么事吗？我紫娟姑娘说几句话。紫娟姑娘，帮着老太太儿奶奶商量，那边要用你使坏你。这妈妈，你先请吧。等寿死了，我死算是出来听儿使唤的。只是林姑娘，万一一口气你。紫娟姑娘，你这些话对我讲倒还是的，那我怎么为兵上对你？崔妈妈，你只管去为兵上天上，反而一去气乱不了心，又何必身边端起把名菜？那便是一片喜气生事意，聪明能干一大堆。你要我自觉于何用？这锦上添花，我与不枉为。紫娟，你我自觉锦瑟里，只愿听着边他旁边断肠话，就不碰那东方烟上和欢悲，但等姑娘断了气，给把我分身谁光，我也不再美。紫娟姑娘，我也是奉上对的差遣，身不由己。那好吧，就让协议跟我去吧。紫娟姐姐不去，我也不去。怎么？你们一个都不去？上头可是要用神的。走，走。紫娟姐姐，紫娟姐姐，谢爷，谢爷。十指房与你并
叫他们送我回去。我自北京来，外间没遇见面了，总算盼到了这一天。八娘啊，来哦，你今天啊做新郎了，可要稳重一点啊！我知道啊。李妹妹，今天是送孤岛节，天上圣节，是第一件称心满意的事。将喜讯接。
件心言，且为我母亲自捐了。他是生锈成了，因此没有来。哦，原来是此。哎，李妹妹，你盖着什么东西做什么？我们何必用这些说套呢？哎，宝兄弟，宝兄弟，忠心郎中的多文字，许啥个新娘期待你独生喜欢你少吃啥，谁怨谁问莫团聚，老祖宗都是为你好，你须懂得孝顺乃是第一责。你说我啥？我怕你才啥呢？我把心都交给他了，还会对他不温顺吗？我爱他，亲他都来不及，怎会是他期待去？今生我是狠心赶去身边，把脸刚造化作了子孙，保佑啊！哦，你娘生。愿你俩相敬顺利到八代，这才是父母之心，不那我用什么？八娘啊？来，哦你母亲的话可要记住啊，哦，都是为你好哦。哎呀，我知道。李妹妹，谁说这红盖对呀？咋是你面色不用眉是泪，恰咋不知你心里晨光往我推。宝妞，八娘，宝兄弟，宝妞，我是在哪里呀？我是在哪里呀？二爷，先生，先生，快来摇摇我的手指，看我是不是在做梦啊？什么做梦不做梦的？老祖宗在这里守着，老爷也在我门外等着你。先生，你告诉我，方才说的那位美人儿是谁？是新娶的二奶奶。哎呀，你真糊涂！新娶的二奶奶是谁？是宝姑娘。林姑娘呢？怎么是去林姑娘来了？老爷主子娶的是二宝姑娘啊。姑娘是宝姑娘，娶的是宝你娶的姑娘。是宝姑娘，宝姑娘，宝姑娘啊，宝姑娘。八姑娘。老祖宗，老祖宗，你告诉我，这到底怎么样一回事？到底怎么样一回事？哎呀，宝妞啊，你娶的是八姑娘。不，我方才明明与你妹妹成的亲，血为扶着她的，怎么你啥事都变了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帅到教队总为这地。李妹妹，
也能杀相亲啊，死了也可张同辉。老祖宗啊，天下万物我无所求。只取妹妹共厮守。老子说你就医疗不吧，老子说你就医疗不吧。今天是你大岁的日子，你就变成这个样子，好叫我心痛啊！宝妞，宝妞，我知道，娶你们也没有用。我找你妹妹去，宝妞，我找你妹妹去。宝妞，你，我找你妹妹去。宝妞，你妹妹她已经死了。宝妞，宝妞，
情，绝呀是不能负一步情长过。林妹妹，想当初你是多可伶仃，当我家来，只以为暖桥可起孤零烟，我和你情深又是亲兄妹，那时候两小无猜过真言，到后来我和妹妹都长大，共同心相采花前，宝玉是泼妇讨心，真心太呀，妹妹是心里早与你看不言，到时起佛身恐怕心相托拉，可怜我伤心不管莲花情，曾记得霓虹远上了闭门刚的是十不安心夜不眠，妹妹呀，你为我是一往情深把病天，我为你是谁里梦里藏想念，好容易盼到东方花烛夜，总以为美满姻缘一线牵，想不到林妹妹变成宝剑，恰原来你被便是我陪
小金山里望土龙中头是你是心头愁切家不开，落花满地伤春老人语，悄唱你不成言，你怕那山世上风刀和霜剑，到时今他骨髓比你上去有心八二爷，天夜了，你不便多lời，快回去吧。紫娟，我知道妹妹恨我，你也恨我，我就是死了，也是个缺死鬼呀。这些话我已经听过了，神已死了，还说过什么呢？紫娟，妹妹临死之时，她讲些什么？想当初，姑娘病中不胜离，长情只因我知心悲。他这边是人物鬼火三更起，你那边是东方沉暖一天西。只听他哼声不报哟，这心酸的事儿我牢记。八二爷，你来迟了，你来迟了。真是我情
分子卷，美美的是高金火菜啊！是平平无敌火中分子卷，美美的要金火菜。金银一段，一心一看。分子卷，美美的花草金火菜呀！花草虽在水长光。分子卷，美美的银果金火菜呀！那银果叫这姑娘，呀这姑娘生前的花呀。那银果一枝新火一。世上的人儿不是他，四卷。李妹妹，我被人骗了，被人骗了！举在上天这大错，一根插上把终身苦，天却一个云雨挖我心却一块难再补。你是这通兵接力做事啊，我岂能一个情儿随从？从今。一场恨故命在余下，我愿中情根永不拔。三千难在绵里。我和你是往去情并蒂花。八二爷，
天亮了，你回去吧。天地黄龙。